今時今日，澳門嘅 GDP 亞洲第一，但係我哋嘅家長喺 BB 幾個月大嘅時候就擔心佢哋入唔到托兒所，月入2-3萬嘅小康之家都驚自己一世都上唔到樓。澳門人冇自己嘅夜市，但係政府就要幫遊客起一個。今次我哋參選就係希望為澳門爭取一個新嘅未來。澳門唔只係用嚟做生意同埋返工嘅地方，佢係你同我嘅家。澳門人應該有負擔得起嘅居所。文化藝術要成為公民權利嘅一部分，更加可以成為澳門未來城市發展嘅重要動力。We should build this city with our history and our values. I want my daughters to grow up in a better Macau. 我希望澳門有真正嘅無障礙設施，消除歧視嘅工作環境，令人信賴嘅醫療制度。如果咁，殘疾人士係可以獨立生活嘅。我希望我哋可以放心咁將我哋嘅下一代交俾呢個社會，因為呢度嘅教育制度係值得我哋信賴嘅。我哋要睇得到嘅公平同埋正義，無論富或者貧，健康或者傷殘，都可以喺澳門成就個人嘅理想。未來嘅澳門需要你同我一齊爭氣。我中意澳門，我希望每一個澳門人應該參與社會事務決策。公民參與、行政改革唔係講完就算嘅政府宣傳口號，亦睇得見摸得到嘅社會現實。我哋要民主法治，而要小圈子政治，投出心中一票，決定澳門未來。我希望落實真正嘅高官問責，係向上嘅問責，唔係向下問責。我希望所有澳門嘅媽咪都有90日嘅產假，同埋好似我咁大咗肚嘅媽咪返工都唔需要吸二手煙。我希望我同爸比媽咪同妹妹一齊嚟玩，政府要斬晒啲山，俾我哋去旅行。我希望年青人就算一時跌倒，都有機會起身，從頭嚟過。我希望馬上立法保護動物，平等尊重所有生命。我希望藝術家唔使離鄉別井，喺澳門都可以揾到我哋嘅一片天。為咗未來，澳門有一個更好嘅角度，我哋要爭氣先至有出路。915正斗第7號，繼續爭氣，915投票撐7號。專業獨立，公民監察，請投第7組1票。